大家好，今次我哋睇下企業點樣去鎖定目標市場。簡單嚟講，就係劃分咗市場組別之後，要去決定服務邊一個組別。呢一個過程叫做鎖定目標市場。企業要先評估唔同市場組別嘅吸引力，再選出最值得發展、最有潛力嘅目標市場。選邊一個市場要睇幾個重點因素。第一，要睇市場規模同可支付能力，市場要夠大，顧客要有錢買，你先至有得賺。好似 iPhone 咁，佢主要針對中高收入嘅消費者，因為呢啲人願意為品質同品牌付出多啲。第二，要睇市場增長率，如果市場組別增長迅速，就能夠為企業提供充足嘅現金流嚟維持營運。因此，增長率高嘅市場組別對企業嚟講係較為吸引。第三，市場結構嘅吸引力，例如果市場上競爭者太多，替代品又多，好似汽水市場咁，新品牌就好難突圍。第四，要考慮企業自己嘅目標，就算市場好吸引，但如果唔符合公司長遠方向，都未必值得進入。好似 Ferrari， 就算中價車市場再大，佢都唔會做，因為會影響咗高端品牌嘅形象。第五，就係企業自己嘅能力，公司要睇下自己有冇足夠資源同技術去經營個市場。好似一間新創飲品公司，如果資金唔多，就難同大品牌例如維他、雀巢競爭。當企業評估完唔同市場組別嘅吸引力之後，就要決定點樣選擇目標市場，即係用邊一種目標市場策略。第一種叫無差異營銷，意思係推出一款產品，滿足所有人。好似早期嘅可口可樂咁，全世界都飲同一種味。好處係生產成本低、效率高，但問題係唔一定啱晒所有人。第二種叫差異營銷，即係針對唔同顧客群設計唔同產品。好似 Nike 有籃球鞋、跑鞋、足球鞋，分得好清楚。好處係可以增加銷量，但缺點就係成本較高。第三種叫集中營銷，即係集中火力服務一個細分市場。好似有一啲小店專賣韓國零食，針對一班中意韓風嘅顧客。雖然市場細，但係夠專、夠集中，顧客關係反而更加穩固。不過依賴單一市場嘅風險較大。首先，如果嗰一個市場環境轉差，公司嘅銷售同利潤就會好受影響。仲有，如果嗰一個市場增長太快時，亦可能吸引大型企業進入競爭，企業就會面臨好大壓力。企業要先評估，再選擇最適合自己嘅目標市場，再根據策略決定要廣泛出擊，定係專注某個市場組別。重溫一下企業點樣鎖定目標市場，市場區隔之後，經過分析同評估，選出最有吸引力、最符合公司目標嘅市場組別。選好市場組別之後，就要考慮目標市場策略，有三種。第一種無差異營銷，推出一種產品滿足所有人。第二種差異營銷，為唔同顧客群設計唔同產品。第三種集中營銷，集中火力服務一個細分市場。總括嚟講，企業要先評估，再選擇最適合自己嘅目標市場，再根據策略決定要廣泛出擊，定係專注某個市場組別。